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惨剧，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谓教育转化营名义下的建立的集中营条件恶劣，并且里面的人受到酷刑和虐待。根据最新消息，亚森库尔班37岁，2017年12月被关进乌鲁木齐的一所集中营，被释放2天后送往医院，呼吸受阻，因医治无效而逝世。亚森被捕原因是他在2015年将母亲送往麦加朝见。在中国集中营，维吾尔人受酷刑和虐待的消息不绝于耳。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喀拉堪省强烈指责中国的迫害政策。他说道：“中国政府任意逮捕我们的同胞，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到酷刑和其他方式的虐待。最糟糕的是，没有人对中国的犯罪行为做出反应。当欧美国家关注维吾尔人遭遇时，自以为穆斯林的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保持沉默。历史绝不会原谅他们为利益而选择沉默的人和国家。”欧洲电视台关注习近平迫害政策，比利时国家电视频道 Canris 播放了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阴险计划的纪录片。本月12日播出的纪录片中，介绍了中美商务战、中国企图入侵非洲和欧洲、中国主宰世界的野心，以及习近平对意义认识的迫害等。维吾尔宗教学者被酷刑而死。有一名维吾尔宗教学者在东突厥斯坦的中国监狱被酷刑折磨死了。根据维吾尔活动人士提供的信息，著名的宗教学者、传统维吾尔医学专家阿布都塞麦提达乌德在监狱中受中国警察酷刑而死。据悉，他在今年2月去世。此外，中国当局在监狱里使用刮刮头发等方式来虐待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特朗普说，如证实卡舒吉被杀，将严罚沙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如果证实异议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内被杀，美国将严罚沙特，但排除终止与沙特的巨额军事合约。塔利班称与美国代表举行会谈。阿富汗塔利班组织13日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代表1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勒麦·哈利勒扎德举行会谈。声明说，双方会谈内容主要涉及外国军队撤兵以及寻求以和平方式结束阿富汗的动荡局势等。声明还说，双方同意在未来继续开展对话。